今日講 Remco Evenepoel 喺上個月底嘅環加泰隆尼亞，咁 Remco Evenepoel 喺 GC 只可以排到第5嘅啫。佢嘅隊友 Lipovic 咧攞咗季軍，其實咧佢係今年第一年入去 Red Bull 噶嘛，咁啊700萬年薪嘅，只係比普加查少嘅啫。咁但係個成績係點樣咧？就即係呢個係可以討論嘅一件事咯。咁我難免會問一個問題，就係係咪轉咗呢一個車隊之後渣咗啊？佢係咪需要去嘗試去挑戰單日賽入邊有冇能力去挑戰到 MVP 嗰啲高度？700萬年薪咧，應該係想你去環法度，唔單止上到 podium 嘅，係上到個冠軍嘅。你見到佢嘅往績，其實喺 Grand Tour 嘅穩定程度，我諗 Red Bull 嘅管理層係睇到噶嘛。即係你買佢翻嚟，諗住去贏環法，但係佢穩定度又未必可以應付得到而家當今嘅最 top 嘅 Pogačar 同埋 Vingegaard。佢環法同啲 Lipovic 做相處將，但係你唔好唔記得佢係700萬年薪嘅一個車手嚟。